每年中秋 TVB 都會有啲搞作嘅嗱，最基本咧就係整翻條短片響廣告時間度播啦，冇得走雞噶啦。今年除此之外咧，為加碼整咗個 MV 喎，除咗有中年好聲音3嘅冠亞季軍之外咧，仲有健康新聞報導出道嘅 AI Sammy 添。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，呢度係同中意睇 TVB 嘅朋友一齊分享嘅，唔中意 TVB 嘅話，呢一度唔啱你，唔好嘥時間啦。唱反調嘅用戶同埋留言一律刪除拉黑，留言注意事項嚴禁爆粗。有少少估唔到啊 ！TVB 今年中秋節咧整多首 MV 俾大家添啊！今朝收到相關嘅消息，同大家分享下。嗱，同賀國慶76週年啦，並且咧迎接中秋佳節啦。TVB 請嚟中年好聲音3嘅冠亞季，分別有黃渤啦、張雨晨同埋劉洋咧齊齊獻唱，重新演繹《如願》呢一首歌，仲整埋嘅 MV 添。祝願市民安居樂業啦，合家團圓嘅。咁啊呢個 MV 咧有個主題嘅，就係心在家在共創未來啊。咁啊將會喺中秋節當日6號啊下晝5點55分咧喺翡翠台度首播嘅。前幾日啦行過啲麵包鋪啊，哇都同朋友講就話見到好多人咧逼晒入嚟買月餅啊，攞月餅咧，即係證明中秋節對於中國人嚟講嘅話咧，或者係一個好重視嘅節日嚟㗎。喺呢一個時候整首 MV 出嚟咧，都幾有意思嘅。嗱，好坦白講，呢一類咁傳統嘅節日咧，咁受注重嘅節日咧，通常啲主題都係離唔開2樣嘢㗎啦，家啦同埋國。咁啊 TVB 品牌傳播科簡稱 CID 啦，用咗超過3個月嘅時間，就以 AI 技術勾畫出國家唔同現代發展嘅面貌啊，包括啲咩呢？航天科技啦、高端工業、醫藥生物科技、物流航運等等之餘咧，亦都以 AI 生成接近咧90個啊老中青唔同年齡層啦、職業範疇嘅人物啦，咁啊帶出人與人之間一啲緊密嘅聯繫啊、互動啊，咁啊 MV 咧就以人物嘅互動啦，寓意住咧上一代同下一代咧大家一啲嘅交流啦、悉心嘅栽培啊，呼應翻咧中國文化核心思想就係傳承啦。好啦，咁啊講到呢個構思同埋創作嘅理念啦 ，MV 統籌製作負責人吳子峰咧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，希望可以藉住如願呢個 MV 啊，帶出係家國天下嘅訊息。因為上一代嘅努力啦，我哋今日嘅路咧先至可以咁順暢嘅，所以希望大家睇完呢一個 MV 之後咧，趁中秋佳節咧，翻屋企同屋企人團聚一下，可以傾下偈啦，表達下心意啦。吳子峰就話咧，為咗突顯家與國嘅聯繫嘅重要性咧 ，MV 裡面有唔少畫面係有啲連貫性啦，有啲嘅新言性嘅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 MV 開頭嘅時候，就有位媽媽啦，就為一個小妹妹綁鞋帶啦。咁去到 MV 中段之後咧，就見到哇呢個小妹妹就已經長大咗啦，就烏低身咧為佢呢個年老嘅媽媽咧就綁鞋帶，呼應翻前面心在家在嘅人情味，咁啊都幾感人嘅。好啦，咁啊今次嚟講咧 MV 有另一個心思，我之前都諗下會唔會利用一下嘅咧，就係透過綜藝節目健康新聞報導出道嘅 AI Sammy 咧，喂都會參與呢一個 MV 嘅演出喎。喺個 MV 最後咧，佢會以一個醫生 look 咧去亮相嘅。而今次有邊幾位歌手參與去演出去獻唱咧？之前提到啦，就係中年好聲音3位冠亞季軍啊，黃渤啦、張雨晨同埋劉洋重新演繹如願嘅，咁啊希望可以透過音樂傳達團結、團聚、團圓，就是一股正能量俾大家。我成日都覺得噶啦，做咗啲嘢出嚟呢，就要話俾人聽先至得嘅，甚至乎係要早少少話俾人聽。喂，我個 MV 我套劇有啲咩節目幾時播呢？事前嘅一啲嘅通知啊、宣傳都好緊要嘅。今次就係啦，咁啊希望提前話俾大家知啦，有首新歌啦，有個新嘅 MV 啦。
啦，有啲咩睇啦，話俾大家知幾時播啦。咁啊，希望可以咧結合翻 TVB 嘅網絡平台啊，甚至唔同嘅粉絲咧啲嘅追蹤啦、流量嘅引流乜都好啦，線上線下同步發酵宣傳一下，有個話題大家講下嘅時候，咁啊多啲人知咯。話時話，在我心中你是獨一無二入面嗰位女主角阿 Luna 咧，佢嘅 MV 最近都喺翡翠台度出現啊！喂，其實係咪可以上埋勁歌金榜嘅啦嚇？喂，一係唔玩啊嘛，一玩嘅話，梗係玩盡啲啦。AI artist 即係呢一類虛擬嘅偶像咧，其實全世界都已經有噶啦。TVB 應該都係香港第一間電視台玩呢一樣嘢。暫時嚟講嘅話，應該有4個啦。嗱，AI Sammy 啦，跟住有 Luna 啦，仲有2個男主角啦，嚟緊會唔會再多啲咧嚇？今次呢一個 MV 咧都係大量運用 AI 啦，哇，會唔會又俾人鬧嘅咧？又係 AI 生成喎，唔使用人噶啦，全部 AI 得噶啦。我話諗翻上年咧，2024年10月嘅時候，黎明有一首歌72變咧，喂係全 AI 製作 MV 嘅。當時啲記者啊、網媒啊、網民咧都係激讚嘅喎。哇，點解1年之後換轉 TVB 用 AI 就俾人鬧到趴喺度嘅咧嚇？仲有個實例嘅喎，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咧？早幾個月前嘅父親節啊，TVB 都整咗一段短片嘅，劉丹同隻貓仔啊，都係全 AI 生成嘅宣傳片。當時又係俾人鬧爆㗎。點解唔揾個真嘅劉丹咧？劉丹喺度㗎嘛，而係用一個 AI 劉丹出嚟咧？好啦，近少少，另一單新聞啦，關於古老闆其中一間嘅廣告公司咧，就整咗一個 AI 生成嘅林明禎啊，仲用埋佢把聲咧，再 AI 生成成條片出嚟啊，又係讚到天上有地下無噶啦，仲話係全香港第一條全 AI 生成嘅廣告片添啊！嗱，點樣先至為之全香港第一條全 AI 嘅廣告片？呢樣嘢咧係有啲灰色地帶嘅。TVB 父親節時候，劉丹同隻貓仔嗰一條嘅宣傳短片，算唔算係廣告片呢？嗰條都係廣告片嚟嘅喎。咁佢都係宣傳緊電視台嘅形象嘅。OK，咁就算你覺得唔係，呢個只不過係電視台自己嘅一啲嘅短片唔計落去嘅，唔緊要嘅。咁啊，若果咧你唔認同嘅話咧，其實係冇所謂嘅。咁啊，但係點解網媒唔寫有真嘅林明禎唔用，要用個 AI 嘅林明禎呢？呢樣嘢係咪雙標呢？嗱，唔好誤會啊，我唔係反 AI 嘅，我係純粹咧反雙重標準咁解啫。唔緊要，若果大家覺得我都係冇乜興趣嘅你 AI，咁唔好睇佢咯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先至去留意翻啦。好啦，再提一提大家啦，呢一首新嘅 MV 如願啊，幾時會播出？就喺中秋節正日啦，下晝嘅5點50分喺翡翠台度播出嘅。大家有興趣嘅話呢，就可以留意一下啦。